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1月18日，离别与分别。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2章10到11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利未记19章1到2节。上主吩咐摩西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宣布，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上主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别这个字，有人也选为是2022跟2023的关键字，因为这3年我们常常遇到生死离别，在经济和时局上，人们也会选边站，有分别。在属灵上，我们需要分别为圣。有一对父子，他们这样的对话说，你知道吗，孩子，当我还是小孩时，我总是花很多时间聆听父亲对我说话。我还记得他话语中的智慧，聆听他的话能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成长。我的父亲总是拂去那些值得珍藏的记忆里的尘埃，留给我美丽的想法和珍贵的教诲。可惜啊，今天的老人已经不再可敬了，那么有智慧，可以让你因为聆听我们而学习成长。年轻人握住老人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父亲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听你说话，不是因为你比较没有智慧，而是我们变得更愚蠢了。父亲露出微笑，展现出真爱，然后亲了他儿子的脸颊，并拥抱他。这个对话，父子之间的对话，可以让我们想象在过去，以斯帖那时代，末底改，他或许也会想到他父亲，他的前辈曾经是那么跟神亲近，是被祝福的，甚至他的祖先是扫罗王，便雅悯支派。但如今我末底改真的没得改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堂妹我所抚养的，如今也被送到宫中。此时的末底改会想起什么呢？他会不会怀疑起自己做的决定是对吗？还是错的呢？今天只有2节的经文，道尽所有为父的心。在这意上的父亲，真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有智慧，唯有天上这位父。我们看到经文记载着说，以斯帖听从末底改的忠告，没有把自己的种族和亲属关系告诉人，
末底改每天在后宫的院子前面走来走去，要知道以斯帖的情况，看事情会有什么发展。我们会不会想要发问？会呀，只有2节，当我们的问题恐怕很多平常心讲应该也是很关键啊。为什么末底改嘱咐以斯帖不可叫人知道籍贯宗族呢？其实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很有可能他们是被迫嘛，他们被迫被掳到巴比伦书珊城，他们不配合作，其实他们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当然要分别为圣的生活恐怕有困难哦。另外我们看到末底改其实跟他的堂妹也是他的养女以斯帖被送入宫那种离别，现在他真的不知道以斯帖在宫里面情况如何。所以我们想，其实在那个时代要做出决定真的很不容易，马上要做对一个决定真的不容易。我们若来想当时候波斯的政策是将被掳的民遣回原居地，末底改住在书珊城是属于不想回归的犹大人，像他这样的犹大人很多。我们曾经讲过，其实在他之前其实已经有第一批回去的所罗巴伯带领了将近5万多人回去圣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没有回去的更多啊。如果按照历史来记载，不是几十万哦，有人说还有上百万。而末底改其实就是处在这样散居在王国的各省。如果我们再翻一下下一章，翻一下下一章，我们先预先看一下。其实游牧师其实在应该是1月3号那时候有讲到第3章，其实仇敌哈曼控告说，他们的律例和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他们与主流社会认同的压力一定很大。那么为了增加当选王后的机会，末底改不让以斯帖说出他是犹大人。我们知道这是有可能的，就会可能因为是这个决定，而哈曼后来他其实也不知道以斯帖是犹大人，才有可能到最后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我们读过概要的这个章节读的时候，我们其实后来知道以斯帖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成功的设计拯救犹大人。所以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是很难的，真的很难，要做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选美有12个月那么漫长的时间，那末底改呢，他当然心中很不放心了。身为养父的他关心是应该的，但他也担心什么？他担心以斯帖他是不是有可能会遮盖不了他犹大人的身份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做一个决定，每一个决定都不容易，每一个挣扎，音乐牧师都要说那是神圣的，因为你在乎，因为你知道，所以我们会挣扎，而不是说就这样，人家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好不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一起来默想，
属上帝国的我们在地上国如何面对离别，以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是完全，你用你完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你也是完全的智者，你是我们智慧的源头，幸福的源头。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一切，而你自己亲自来启示告诉我们，你吩咐摩西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宣布，也对我们说，我们要圣洁，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但主，我们很常在这地上过生活时，我们一个不小心，主，我们就落入那妥协，我们就落入那个与恶者同行，甚至我们本身就是那恶者。恳求主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你。你是无限的神，我们的有限，恳求你来遮盖、保守、赦免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的主与我们一起荣神益人，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我们明天见。